各位，西九龍公路發生致命車禍，一個客貨車司機死亡。網上片段見到一架消防車停喺西九龍公路北行方向快線，客貨車高速撞向消防車。下晝2點幾，一架泥頭車喺西九龍公路懷疑失控撞向水馬，消防接報到場救援，涉事客貨車隨後駛到撞向消防車。中大醫學院研發利用基因測序技術，提早識別早期鼻咽癌患者同高風險人士。團隊運用新技術，檢測病人嘅血漿係咪含有一種由鼻咽癌細胞釋放嘅 EB 病毒基因，話97%嘅患者都可以透過呢個方法診斷到。詳情請留意11點3晚間新聞。新聞提要報道完。